Hello，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英國踏入秋天，作為一個 I 仔，我嘅放假生活係點樣度過。最近買咗啲健身器材啦，包括彈力帶同埋呢個滑雪機。咁作為一個 I 人，我以前雖然喺佐敦嘅時候會落去 gym 嗰度做運動啦，但係純粹係因為嗰個 gym 係完全冇人，經常可以包場。咁但係嚟到英國之後，呢度嘅人係非常之熱愛健身啦，加上佢哋好早收工，所以個 gym 我啲同事有時都係返工之前，可能5點幾或者係9點幾之後就去做 gym， 跟住有啲人又係收工之後，可能12點幾都去做 gym， 咁所以個 gym 基本上係24小時都可能會好多人啦，咁所以非常之 I 仔不友善，咁所以我買咗呢個滑雪機啦，暫時做落都覺得幾簡單，但係又可以當係喐下咁樣，以免喺英國呢邊慢慢越嚟越脹發福。咁除咗做下運動之外，我亦都一定係會煮嘢食啦，要 prep 定啲 lunch box 俾我自己同埋我男朋友。咁我今日就嘗試煮呢個翻版 KFC 蘑菇雞肉飯。咁喺英國呢邊之前都有講過，其實佢嘅齋雞肉或者雞柳都係比較貴啦，可能4-5磅都唔夠1kg，得500 gram 咁樣。咁但係呢一種成 1.7kg 有5-6隻大雞髀呢啲就只需要3.3磅左右啦，甚至如果你喺呢度買可能係 2.9、2.5， 最平嘅時候可能 2.1 咁樣。咁所以買雞髀有骨嘅呢啲去肉係非常之抵玩。咁但係就要嘥多啲時間啦，要慢慢自己去骨，跟住我會留翻啲骨嚟煲湯啦。咁另外切完嘅雞肉就可以雪喺雪櫃，醃完之後攞嚟淥麵或者炒麵，整蘑菇飯都 OK。我大家分享下我嘅廚藝。咁我就會落牛油啦，炒熱啲，炒香啲蘑菇，跟住之後就落雞肉，跟住加啲水。咁蘑菇雞肉飯我自己覺得要落好多黑椒啦。我知道有啲人教要用麵粉去整嗰個醬，咁但我個人比較懶啦，我就用呢啲有少少澱粉嘅調味，整 gravy 整肉汁嘅呢啲一粒粒嘅東西，咁佢就可以慢慢將啲水收乾，形成好似醬。咁我覺得呢個蘑菇飯嘅重點其實就係黑椒啦，咁所以我係會加非常之多黑椒。呢個鑊整緊蘑菇雞嘅時候，另一個鑊我就煮自己嘅 lunch。咁我好中意呢個蝦湯麵呢個湯包。咁但係當然佢應該係充滿呢個 MSG 味整，但係真係好香好好食，好似香港嗰間蝦湯麵嘅簡單版。咁我就會落啲蛋麵啦，想健康啲又會落啲米粉啦。咁比較貪心都煮得比較多，但係其實到最後都係食唔晒，留翻晚餐再食。咁我最近喺 Morrison 又見到呢隻日本嘅毛豆，係啦。咁我又會叮啲烚啲嚟食啦，可以增加蛋白質嘅攝取。雖然我戒咗紅肉好耐啦，但係其實我都有少少心思想戒白肉嘅。有時睇得多嗰啲動物嘅 video， 包括一啲鴨啊或者雞啊，就會覺得唉，有時都係食緊佢哋啲肉。但係素食嚟講，又好似要好小心，即係好謹慎去選擇你嘅蛋白質來源。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素食嘅朋友可以俾啲建議我。另外就用啲雞骨煲個湯啦，咁我好中意用真空煲嘅，因為唔使睇火啦，基本上滾咗佢一陣之後，我就直接將佢擺落個真空煲度，整佢8個鐘以上，咁就會有湯飲。
咁喺英國有另一樣成日做嘅嘢呢，就係攞 parcel，因為呢度我覺得冇香港順豐咁方便送到上門啦，好多時一係就貴啦，一係就佢主要都係 drop 去一個鋪頭叫你去拎。而呢一度嘅車費大家都知道比較貴啦，一程要最少1.75，即係香港17個半，所以大約呢度要行17分鐘，我都係會選擇步行。同埋因為英國嘅天氣都算比較宜人啦，加埋而家係秋天，所以行起上嚟都唔會特別辛苦。呢度的而且確真係草地之外真係無盡嘅草地。咁行下睇下呢啲景色都係幾療癒，好多人喺度放狗啦，啲樹全部都好大啦，其實有呢啲自然景色睇下個心境係會開朗啲。咁另外呢一棵楓葉樹應該係楓葉啩，都好靚啦。我記得佢以前夏天嘅時候好似係粉紅色嘅，跟住而家就會變成楓葉嘅顏色。就好想唱周杰倫嗰首風，或者葉倩文嗰首抽來抽去。跟住又路過呢啲樹啦，唔知點解會斬咗，唔知係咪斬落嚟定係我都唔知。總之佢哋有好多木頭器材喺度，咁你就會見到啲年輪啦，就喺度慨嘆呢棵樹應該路過我哋。同大家分享下搭巴士經過修婆，咁修婆係一個比較著名嘅小印度區啦。咁係相對嚟講應該係比較亂嘅，雖然佢好近伊靈啦，即係修婆同埋 Hanwell。嗰陣睇盤嘅時候都有見到好多盤好靚，覺得好似都好近伊靈咁，但係實質睇到其實係真係爭好遠，即係有時一街之隔或者一個站之隔已經參天共地。咁你會見到有一啲 market 啦，或者街頭上比較多垃圾啦。咁似乎睇到每個民族唔同嘅種族都係會聚埋喺唔同嘅地方，好似香港人中意住喺 Sutton、伊靈等等。唔知道大家覺唔覺得放假嘅時候，而家呢代人好似會覺得好悶，即係成日都喺度玩電話或者睇 Netflix and chill 就過咗一日。但以前嘅我哋喺未有互聯網之前，其實我哋接觸外邊嘅世界，其實應該比起網上更加真實，更加精彩。會嘗試去睇多啲書啦，或者買咗個電子琴可以自學下，培養一啲興趣。咁我最近睇叔本華嘅書，非常之震驚，因為佢裏邊係有超級多歧視性嘅言論啦。如果擺喺而家呢一代嘅話，應該會好快會俾人攻擊到，俾人 cancel。咁但係我覺得叔本華作為一個悲觀主義嘅哲學家，佢講嘅嘢真係好符合我嘅 taste。咁佢就話啦，一個人最重要於佢嘅係獨處啦。佢話具有理智嘅人喺完全孤獨嘅時候，沉浸喺自己嘅思想同埋遐想之中，其樂無窮。跟住我話嗰啲心性不高嘅人，幸福同埋快樂嘅唯一泉源就係佢嘅感官嗜好。佢充其量過住一種舒適嘅家庭生活，與低級嘅伴侶喺一齊，俗不可耐咁消磨時光。我覺得真係地圖炮啊，呢啲叫做。咁翻譯做現代，其實應該就係講緊嗰啲淨係追求食玩瞓，即係同啲貓貓狗狗差唔多，淨係追求食好嘢，感官嘅刺激嘅人。但係我覺得叔本華講得好啱，就係人生就係喺痛苦同埋滿足之間不斷咁樣擺盪啦。我哋肚餓嘅時候，食完一碗嘢會覺得好滿足，咁但係滿足完之後，下一次嘅肚餓又會襲來，咁永遠就係喺呢個空虛同滿足之間擺盪。好似你完成一件事之後，又會空虛，跟住又要搵下一件事。所以我覺得佢喺咁多年前就寫到呢啲嘢出嚟，真係非常之犀利。跟住佢又話，
驕傲中最廉價嘅係國家驕傲啦。當一個人以其國家為榮嘅時候，就表示佢自身冇自以為傲嘅品格。如果唔係，佢唔會將驕傲放喺同千百萬同胞共享嘅呢啲嘢上面。只有本身一無是處嘅笨人，才會不得不依賴祖國嘅驕傲。佢高興咁樣維護住祖國任何嘅缺點同短處，借祖國嘅榮耀嚟彌補自身嘅不足。跟住有一個喺而家講可能會俾人殺嘅言論，佢話喺呢個世界上，人只有獨居同埋蟲族兩種選擇。據說黑人係好鍾意群居，喺智力嘅等級上，佢哋也居於最底層。有一次，我曾在一張法國報紙上看到，北美嘅黑人，不論自由人定係奴隸，都好鍾意一大堆人擠在小屋裏，因為佢哋不能忍受孤獨，擁擠令佢哋看不見對方嘅嗤之鼻。呢一段嘢擺喺而家呢個社會，應該會俾人投訴到俾人 cancel。但係我覺得叔本華嘅理論同埋作品都係好值得睇。雖然佢自己嘅一生可能因為佢自己嘅經歷同埋佢嘅外表而令到大家係有所質疑啦。有啲人會覺得係因為佢溝唔到女，或者佢喺屋企阿媽對佢唔好，所以佢先會咁悲觀。但係我自己覺得，包括佢話人生係痛苦同滿足之間嘅擺盪呢一種理論，同埋孤獨先係最高，即係喺孤獨入邊你可以有心靈上面嘅滿足，先係比感官刺激更高等嘅滿足。咁呢一啲理論我都係認同。最後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下，而家 Amazon Prime Day 又到啦，咁但係都睇咗好多消費主義跟住 capitalism 點樣財富自由嘅影片啦，都想同大家講下。特別係如果大家仲年輕嘅話，其實真係千祈要儲錢啦，要做理性嘅投資啦，因為時間利搭利就係可以令到你換取自由最大嘅武器。如果我可以翻返去20歲嘅話，我真係會唔讀書啦，就早啲出嚟做嘢，搵第一桶金之後就開始買啲穩陣嘅長線投資。咁可能我哋都好快就可以唔需要工作，唔需要用時間去換取錢，再用錢去買翻商家製造俾你嘅嘢，然之後又繼續再去翻工，其實真係好諷刺。希望大家喺呢個 Black Friday 同埋 Amazon Prime Day 嘅呢個 Holiday Season 之下都唔好瘋狂去消費啦，要諗下嗰樣嘢要令你坐喺 office 嘅1個鐘先換到翻嚟，因為一個人最寶貴嘅就係佢嘅時間，而我哋都其實唔希望自己一直工作落去。以上就係最近放假嘅分享同埋一啲睇法嘅感受。好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